入行被封港版木村。陳子聰婚後體重暴升至220磅。陳子聰全肝病入院，其實佢20幾年前入行 fit 到流，6尺高，加上41寸結實胸肌，外形靚仔又不羈。當年被封為港版木村，放喺今日嘅標準，肯定係男神啊！不過佢喺00年被踢爆，同賭王千金超兒拍拖之後，就開始心廣體胖。03年結埋婚，陳子聰嘅身形直頭一發不可收拾啊！高峰期仲試過衝上220磅添，真係唔多認得佢啊！去到11年，陳子聰就被指患上三高，健康響起警號。喺老婆力勸之下，終於決心減肥啊！你睇佢喺11年初仲係好圓，去到11年尾瘦咗成個碼。有指佢喺3個月內減咗60磅，去翻165磅左右。之後佢一直控制飲食，但喺近幾年佢嘅體重有反彈跡象，又再直逼200磅。去到今年6月，有傳媒影到陳子聰暴瘦，但係腹部異常腫脹。超兒當日陪佢去睇醫生，身體狀況令人擔心啊！